马可福音15章，天一个光，遐个祭司长、长老、经学教师以及全议会的人斗阵参详，因甲耶稣绑起来，去交予彼列多。彼列多问耶稣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这是你讲的。”祭司长告耶稣真侪项代志。彼列多阁问耶稣：“你看，因甲你告遮侪项，你哪拢无答辩？”耶稣犹原无应半句。彼列多煞感觉真奇怪。逐年伫搬假做时，彼列多拢有照民众的要求，放一个犯人予因。有一个人名叫做巴列巴，甲一寡叛徒做伙关监。因捌伫暴乱中杀死人，群众组织我来，要求彼列多照例替因处理。彼列多问因讲：“恁爱我放犹太人的王予恁无？”因为伊知遐个祭司长是为着怨妒才将耶稣交予伊。遐个祭司长煽动群众，颠倒要求彼列多放巴列巴予因。彼列多阁一遍问因讲：“安尼，恁称做犹太人的王的，恁爱我安怎处理？”因阁大声喊：“该定十字架！”彼列多问因讲：“是安怎？伊有做甚物歹代志？”因阁较大声喊：“该定十字架！”彼列多为着要互群众欢喜，就放巴列巴予因，阁命令人用鞭拍耶稣，然后交伊去钉十字架，兵士带耶稣去总督府的院内。后来调一全队的兵，因甲耶稣穿一领紫色的外袍，阁用刺编一顶王冠甲伊戴，因甲伊行礼，话讲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因阁用一支罗笛甩伊的头壳，甲伊配喙烂，跪落去拜伊。因喜人伊了后，伊领紫色的外袍甲脱起来，阁将伊家己的衫甲穿落去，然后伊出去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是亚历山大甲鲁夫的老爸，伊对庄卡来，拄好对遐经过，兵士强迫伊抓耶稣的十字架，因甲耶稣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各各他，翻译是头壳碗领。因用掺没药酒予耶稣啉，伊无啉，然后因甲伊钉十字架，阁分伊的衫，抽签决定逐人得到什么。因钉耶稣伫十字架的时是早起时9点，有一个牌写伊的罪状。犹太人的王有2个强盗，甲伊做伙钉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对遐经过的人甲伊侮辱，摇头讲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讲要拆毁圣殿，3日内国家起来，就叫你家己对十字架落来。”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嘛安尼甲伊踢笑，讲来讲去。伊救别人，无法度救家己。伊是基督，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就对十字架落来，互咱通看、通信。甲耶稣做伙钉十字架遐个强盗嘛甲伊侮辱。中昼的时，全地拢黑暗，煞到下晡3点。3点的时，耶稣大声喊：“Eloi, lama sabachthani。”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边仔的人听到讲：“恁看，伊在叫伊利亚，
有一个人走去，摕海绵浸酸酒，放伫路底仔尾，拄去互耶稣死，讲：等一个，咱看以利亚回来，甲伊救袂？耶稣大声喊一声，酒断开。迄时圣殿内的长吏对顶到下，二做两边，徛伫耶稣对面的军官，看到伊断开的情形，讲：这个人确实是上帝的囝。嘛有一寡妇人人对远远地看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撒罗米。因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，就缀伊，佮服侍伊的妇人人。另外，佮有真侪甲耶稣做伙来耶路撒冷的妇人人，嘛伫遐。已经黄昏，因为迄日是搬假节的闭办日，是安息日的前一日。阿里马太的约瑟来，好胆去见彼拉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予伊。约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议员，本身嘛有在期待上帝国的来临。彼拉多听到耶稣已经死，感觉奇怪，就叫军官来问看耶稣是毋是已经死去。伊对军官听到耶稣确实死的消息，就将遗体交予约瑟。约瑟买一块幼麻布，然后将耶稣的遗体对十字架顶刷落来，用迄块幼麻布甲伊包，安装伫已经拍好伫石壁内的墓，佮过一块石来插伫墓口。抹大拉的玛利亚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有看到安葬耶稣的所在。